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日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市的金华城总算卖出去啊！经过300个流标，昨昏是卖予同款是威经集团的中石化转投资的鼎越开发，因出372亿买落来。中石化表示讲，未来会改造高级的商业办公室，明年动工拆除，2023年完工。那本公司的旗下这个鼎越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以新台币372亿01万元得标这个金华城土地标售案。落标过3遍，金华城第5、第4遍招标，底价降到342亿，甲第1遍比是拍9折。结果是由威经集团旗下中石化转投资会鼎越开发，以372亿1万块标掉，溢价率8.77%。另外一间投标的幸福发建设传出讲，伊的出价是300亿。鼎越开发标调，互外界质疑是倒手换正手，家己的标家己抢。因为中石化就是金华城上大股东，占股37%。中石化讲，金华城土地是台北市东区正罕见、完整大面积会当开发的土地，有创价空间。计划去登记上班，明年第1季开始拆，要去4栋上班，预计伫2023年完工。未来金华城拆除后，我们将规划新建这个顶级的国际级的商办。那完工后呢，我想说可以为这个带来上万个这个上班族的这个提供了这个场所，那也带动这个中仑地区的这个繁荣了。那同时也为这个台北市中心发展带来新的机会。金华城预计11月30结束18年营业，这卖120位员工会依照路基法资遣。另外，电子礼款顶多是现金，将会退还给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有一个34岁姓陈的负责人，伫咧新北市芦洲一间妇产科的诊所生囝，囡仔出世的时面泛乌，无生命现象，最后过身。负责人这个产妇嘛，因为子宫破气大出血，好佳在尾后有救回来。家属讲诊所不要无紧，所以带人去诊所外口也银纸控制。医生有出面回失礼，验过家属即马按算要去告医生。来看《自由时报》，国安会议专案报告内底讲，中国对台湾对咱的威胁有升悬，会介入至控制的选举，而且年底进前会搁断咱1个到2个邦交国，嘛伫咧台海周边的海域设演习的禁航区，甚至无排除定出统一的时间表。来看《联合报》，东北道路宽屏案争议22档，昨昏第4摆开初审会议，最后有通过，不过嘛有假条件，讲爱双北去评估对交通的影响。所以来这个案要第3摆送去宽屏大会审查。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陈明文，进前伫咧高铁顶悬伊落一卡第300万的卡网，国民党是质疑讲这钱敢有合法？昨昏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就特别要求相关的单位来做专案报告。高铁的董事长江耀宗，伊讲这个案即马已经进入司法的鉴定书调查，所以无上新的进度和同报告，引起国民党立委不满。立委陈明文前一阵仔伫咧高铁碰见300万的现金，引起各界关注，各互人质疑涉嫌洗钱。早起立法院召议会安排相关部会进行报告，但是高铁董事长江耀宗上台的时阵，伊这个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程序，无新的进度通报告，引起南洋立委真生气，宣布休困10分钟，要求江耀宗袂当落台，必须要传好资料订报告。基于侦查不公开及旅客隐私。什么侦查不公开的问题？说清楚，不说清楚就给我站着。
江耀宗表示，9月3中昼12點10分左右，列車駛到南港站，外包的清潔人員去車頂邊掃扣到一卡登機箱，發現是現金，送去派出所清點。12點40分，有失主打電話來協詢。在咧進行相關的聽書了後，登記入庫就由失主來領。江耀宗申請講，站務警員迄天扣到300萬的行李箱了後，並無報案處理。你會發現有人帶着300萬的現金搭高鐵，忘了帶回去，事後也沒有報案，這是正常的現象嗎？遺失物的內容不是危險物品，就沒有報案的。這件300萬遺失案嘛，互外界質疑錢是對倒位來的。若是對銀行領出300萬，但民員嘛無依照規定通報。根據媒體報道，法務部處長蔡必中在第一時間表示，真多人規避通報，嘛引起後行的批評。所以這是誰說的？沒有任何的事證，那麼就來這樣子鋪天蓋地的，我們的社會這樣好嗎？蔡必中強調，針對這個事件，到今攏無接受任何平面，也是電子媒體採訪。若是家己做文章，以無根據的事實來質詢，是浪費大家的時間。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 NGO 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克，伊的老爸頂個月過身，伊是希望講中國會當在伊老爸出山的時，可以轉來台灣會當送伊的老爸。不過中國即馬是因講，這個申請無下法律規定，袂使。台灣 NGO 人權工作者李明特去中國用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冬，目前佇烏南赤山加來服刑。伊的爸爸頂個月過身，媽媽甲因某李靜茹二時去甲伊探望的時陣，希望講會當申請轉來台灣，互伊送爸爸。不過中國國台辦佇9月25表示，互李明特申請轉來台灣送爸爸是無符合規定的。申請返台奔喪，那麼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獄方也把詳細情況告知家屬。李靜茹佇咧聲明當中強調講，李明特當然嘛是希望會當得到轉來送爸爸的權利，毋過針對中國的答案，嘛是因早就知嘅。而且毋但李明特去用關起來，南台灣兩岸關係協會聯合會主席蔡金書嘛傳出講，共款用國安理由佇福州去用掠起來。現主事人已經失蹤1年2個月，國台辦嘛證實有這件代誌，而且佫講有通知家屬。蔡金書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於2018年7月。被大陸有關部門依法審查，大陸有關部門已經通知了蔡金書的家屬不存在一些媒體製造所謂失聯的問題。今年60歲，蔡金書推塞兩岸交流20多冬，所叫中國用涉嫌製造危害國家安全的代誌，封關到緊。海基會進前公布，這3年台灣人佇中國失蹤有67件是完全無消息。台灣人權促進會表示，無通報的數量可能更較濟。兩岸雖然有簽共同打擊犯罪，還有司法合作的協議，毋過因為雙方的關係漸漸變壞，中國無願意放消息，台灣的政府嘛真歹掌握到狀況。他要做的應該不是只有通知家屬，他也應該要告知我國的政府，到底現在在中國有多少的台灣人是被他關押起來的。我們很清楚知道他做這件事情可能是想要去影響我們的選舉的結果，但我覺得正因為如此，我們所有的選民更應該要看清楚這樣的一個事實。陸委會是強調講，已經向中國來表達李明特家屬的訴求，希望中國會當看在人道的考慮來注重這件代誌。另外，嘛已經聯絡蔡金書的家屬，要求中國針對伊先來去用關起來所犯的罪名，還有司法定數進度等等，趕緊來說明好清楚。記者綜合報道。東山會認定中共是國民黨的附屬組織，要向中共討77億。昨昏中共的董事長趙少康提出證據，講當時中共土地買賣是前總統李登輝甲前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經手的，所以若要算數，因兩個嘛愛算差不多。甲賣仁愛路地堡土地時，有前總統李登輝甲前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兩個人簽名的證據提出來。中共董事長趙少康召開記者會來控告李登輝甲劉泰英共同背信，而且這個地堡土地交易的過程當中有違法的代誌。你賣了中廣的地堡土地，為什麼建商要捐給李登輝的台中院2億9千萬？東江路跟林森那個錢櫃 KTV 那個樓哈，這兩棟樓其實是當時是高買的。為什麼高買？市場有一定的價錢，你為什麼多付那麼多錢給別人？既然黨產條例是溯及既往，所以黨產條例所應該追究的對象
也应该溯及既往。他要告那就告，我不清楚他是要告什么。赵少康是安怎会有这么大的动作？是因为行政院不动产处理委员会认定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而且约定77亿的价金。不离个赵少康认为，当初是干那买中共媒体部分，并无交涉到资产的部分。而那路中共总部土地买卖是由李登辉、刘太英两个人来处理的，用88亿境内介绍卖给国民党子公司中投公司，所落来中投则个用90亿的介绍卖给丰泰集团的丰盛建设公司。而且土地买卖得到的利润当中，有2.9亿去用关起刘太英担任议长，李登辉是荣誉董事长的大总医。伊这期虽然小民无看到国民党对中共来提钱，不离个是偷刷钱，是损害中共的权益。一些细节方面、各方面已经年代太久远了。我们党主席都换了这么多任，财产都已经经过马英九的时代，已经做信托了。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要追到信托之前那么多年的一笔交易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去问当事者。国民党是回击，目前拄到总统大选，东山会伫咧这时间，甲中共列做国民党的附属组织，而且来足定价金。将规划东山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赵少康有顾虑，怎来消灭所有反对蔡政府的声音，确定民进党会当搁一届来连任。对这个代志，国民党表示真正是看不起这种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乡亲较事要出门，一定爱扎外衫，而且嘛爱记得扎雨伞。咱来看温度，因为咱台湾东边的海面上，这水汽已经豆豆散入来啊。这方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台东拢有短暂阵雨，暗时落雨的机会会变悬，有的所在甚至可能会落大雨，而且会落几啊天。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的天气在外岛，也是其他所在同款是侪份到好天的天气较侪，只是讲在过到了后，山区有可能会落局部短暂阵雨。温度的方面，早暗拢较凉凉，低温伫咧21度到24度，高温是伫咧27度到33度。后个月国庆有4天的连续假期，代替的火车票已经伫咧网络顶头开始卖，结果是真侪人反映讲，代替的电脑一开放就突锤，安尼是要安怎卖？摕手机也是拍开电脑，25半暝全国唔知有偌济民众拢咧抢代替东部干线国庆连假的火车票，但是系统0点一开放，画面都停掉咧袂叮当，时间有40分钟，伫开互电线了后，已经订无火车票。我12点整按进去，它就整个转小圈圈，完全进不去，而且他就说什么网络中断，他们的那边的网络中断。12点马上点下去以后，马上就是转圈圈，对。然后大概1分钟之后跑出来，就是说你没有订到票这样子。那重新登录有用吗？没有用。代替表示，为了因应国庆连假旅客需求，对10月初9到10月14全线加开国际列车，总共205班。东部干线阁特别加开16班的优惠列车，一直到早起9点已经完成216748，35班350张订票。华东长途自强号的座位都已经卖完。我们那个第4代的订票系统，平常当然都很顺畅嘛，碰到这个连假瞬间就是大量的民众都集中在那个时段来订票。这个当然会造成我们的网络流量的那个涌塞啊。另外，台东的民众订票嘛是当着出问题，大家普遍对代替第4代的订票系统感觉真无满意。代替是表示，26个月开放是领坐火车票，和身份证是有限 V 的华东民众订票，27个月释出无提票，请民众加利用代替官网查询村的位。记者综合报道。6当前，咱的政府为着要维护绿岛的环境，鼓励租车的业者改用电动机车来租人。上济时，伫咧绿岛顶悬，电动机车有900台，也毋过这电动机车紧歹，所以业者即马拢无爱买啊，即马只剩200台。政府伫绿岛设计碳减少空区旅游，奖励业者出租电动机车。103年到104年，业者就采购600多台的电动机车。因为买电动机车，政府有补助，环保局嘛定期查访。去年到今年就发现，毋若买电动机车的申请案，敢若剩5台，而且全岛的电动机车总数嘛，敢若剩300台尔。统计总共补助了900多辆。实际上在目前在岛上的这一个电动机车有这一个车体存在的大概有300多辆。
而且环保局的查访，佫发现，迄当阵真正试杀绿岛电动机车出租的业者已经有3间关起来啊。伫岛上的机车出租业者就讲，其实伫绿岛使用电动车，年久过深受到海盐侵蚀，真紧就歹去，所以也是该当来买食汽油的机车来租。按马达在后轮，那所以盐巴进去之后，那就把全部的那个马达的全部卡死，跑不到1圈就要换一个电池，在使用上面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麻烦，业者讲，绿岛的电动机车是害甲真严重，修理的钱佫贵三三，想要运登去本岛处理，每一台佫要开卖450块的钱，嘛无报废机车300块的补助，就干那会当找空地暂时合格，不离个这个妨碍到绿岛的景观，和当年为着要改善绿岛空污好意，电岛变做岛上另外一个环境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关心台南，即马是佫新增加一例本土天狗热的病例，甲单已经有26例。新的病例是正罕见的第3型的病毒，感染者防卫到的是住伫咧成功大学宿舍一个博士生。替成大师生做疫情调查也抽血送检，到25日到1点为止，全校师生总共418人抽血。对象拢是最近2礼拜捌去过东南亚或者是疫区的人。防疫人员也去学校内面的学生宿舍甲教室做化学防治。主要是成大新增加一件本土型天狗的病例，也佫是罕见的第3型。这个个案呢，其实在9月21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烧、头痛，还有就是关节疼痛这样。那到了9月23凌晨的时候，因为症状没有改善，所以有去急诊，那就被通报那个疑似登革热。台南国即马有26例本土型病例，主要也是第2型的病毒，即便出现正罕见的第3型，而且这个个案活动的所在拢是宿舍甲学校安遐，所以防疫人员认为感染源有可能是境外学生带入来。所以扩大清查是不是也有严重病例？是没有看到蚊子，可是有被叮这样子。我会擦防蚊液，对，然后就是尽量就是进房间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东西飞进来之类的。学校内有人着天狗热，学生的情绪并无受到影响，强调普通时就做防护。卫生单位提醒民众，天狗热交叉感染有可能有性命的危险。除了环境的卫生要做好以外，也建议住过边的民众，若过去看医生的时阵，要提早甲医生讲。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文化大学是有一群香港学生伫学校的一面壁顶头打观赏中的海报甲标语，所以引起共校的中国学生不满，出手共拆掉，双方发生冲突，警方随到现场处理。本台的中国学生爬起连接学校外墙的平台，将香港学生拄则搭起的下反送中海报甲标语拆落来。一名香港女学生嘛，和一名中国女学生扭落来。你们要动手啊！你在干嘛？双方骂来骂去，中国学生无停止了海报的动作，分清对24暗一直到25透早，一直到校安中心和警方来现场，才有甲停落来。黄蓝是证件，黑白是良知。那如果我们追究的点是在于说，有大陆的学生把我们香港的自己的朋友，把他弄受伤了，这一点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校方对冲突感觉遗憾，但是郭大概强调讲，希望政治敏感性的议题莫入去校园。若是学生想要表达意见，会当照庭书申请。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校园就是求学的地方，以求学的部分为主。希望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仍然是我们不要带到校园中间。香港学生无申请就打海报，出手救人的中国学生要安怎处理？校方是表示，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会送中庭委员会讨论。因为开学了后，二手动物甲文化接连续发生香港学生、中国学生的冲突，也是无理性的言行。教育部长潘文忠头一天表示，不容允因为意见无同款，煽性霸凌也是任何暴力的行为。责成我们各大学要加强教育不同的群体间能够来互动理解。彼此的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也要来强化校园环境安全的巡查在咧确保学生的言论自由和人身无受侵害的前提之下，潘文忠强调，对违反相关规范的事件，大学一定要积极秉公处理，确保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会当在咧台湾的校园安心学习。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讲，要对总统 Trump 展开弹劾调查，因为 Trump 涉嫌伫咧7月份甲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要求伊提供竞选对手拜登嘅后生伫咧乌克兰开公司嘅资料。不过川普讲无也无食，嘛讲这是选举嘅后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将伊的正式调查决定是不是弹劾川普。The actions taken to date by the president have seriously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president says, Article 2 says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民主党这位佩洛西上任议长以来，要求伊弹劾川普的声音就无停。不过过去几个月，伊认为时机也未到，那常常出手颠倒的伤害民主党。一直到有人向伊举报川普涉嫌伫7月25敲电话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调查竞争对手拜登的第二后生，不担任乌克兰天然气公司董事的杭特，甚至暂时冻结援助乌克兰军事项目4亿美金来做施压手段。川普是话完案。Look, it's just a continuation of the witch hunt. It's the worst witch hunt in political history. They're going to lose the election, and they figure this is a thing to do. This never happened where we're in the election. And I mean, if she does that, they all say that's a positive for me from the election.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to democratic, open, elections of USA. No, you heard that we had, I think, good phone call. It was normal. We spoke about many things. 川普政府公开甲泽连斯基的通话内容来澄清，泽连斯基也强调无人逼伊。共和党参众两院领袖是批评民主党人一再弹劾，只个人顾党派利益。So look, Mr. President, Senate Republicans support the established proper procedures for considering this whistleblower report. And in the meantime, while our friends across the Capitol rush to judgment and dive deeper into their nearly 3-year-old impeachment addiction, we'll stay focused on the American people's business. 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美国参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拢通过香港人权加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总统伫咧法案通过180天内，也个未来至少每年爱点名并且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人士。另外，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通过台北法案，主要提案人共和党籍参议员郑德纳讲，中国一直威胁台湾民主。美国应该继续甲台湾徛做伙，协助台湾稳固邦交。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小媒体示威者要伫咧9月28、29举办全球连线对抗中国极权行动，估计全世界有42个城市会响应。为何会信念永不退后？伫最近反送中抗争当中，定定响起原因讲归香港的歌声，再次改变日语、韩语和国语、台语等几大个语言传唱。民间伫咧第15届记者会宣布，这个主题是全球反极权，号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台湾、怀括欧美、亚洲和大洋洲等国家响应，伫咧28至29做为游行，支持香港追求民主的决心。經過1個月嘅籌備，僅此正式宣布，超過19個國家、42個城市將會喺928、929嘅週末，呼應全球連線共抗極權嘅行動。主本活動有人將 China 中國改做是 China Z 赤落喙，捌用款赤落喙做號調，但是驚引起國際上的誤解，轉修正做自由對抗極權。中國11國慶70週年的進程，反送中抗爭不斷登場，民陣申請9、28暗時伫咧天馬公園集會。10月7日國慶下晡嘛申請無國慶只有國商的遊行，但是無摕到無反對通知書，會有另外一場9龍民間大閱兵遊行來接替。9月28日係雨傘運動928啦嘅5週年，香港沒有真正嘅普選，政治運動只會接連不斷，而且越滾越大。
下晡，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审45个人，审理728中西区发生的警民冲突，44个人被控告暴动罪，1个人加控袭警罪。45个人当中有15个人是学生，有另外一对新婚翁仔某，强调讲伫咧一群人当中并无做啥，煞互人控告严重的暴动罪。最后裁判官认定证据无充足，撤销这对翁仔某的宵禁令，以及另外3个人袂当离开香港的命令。记者综合报道。南韩进前标出非洲地震了后，即马案例直直增加，目前已经有5例，其中有1例较外北韩，即嘛，互南韩政府怀疑讲北韩的疫情已经失去控制。防疫人员重新甲出现地震疫情的市场伫遐抬起来。南韩这个月17号开始标出头一个非洲地震病例了后，疫情就一直发展。24号才呾确认了金浦市甲坡州市的第3甲第4例疫情了后，25号就确认第5例疫情，就伫接近北韩的江华郡。 확산 방지를 위해 어제 19시 30분부터 48시간 동안 경기 인천과 강원 지역의 돼지 농장, 도축장, 사료 공장, 출입 차량 등을 대상으로 일시 이동 중지 명령을 발령하였습니다. 因北韩伫5月底标出甲中国的边界地区流行非洲地震了后，即马南韩接近北韩的城市嘛陆续标出地震，处理掉将近22000只猪，互外界质疑非洲地震有可能是为北韩来的，已经要求加强检灾工课，嘛发布了全国禁止运送家畜的命令。另外，南韩嘛真侪届要求北韩联合来防疫，严格拢互拒绝。 即马透过民间的管道，发现北韩兵站北边的平安北道这边的猪，拢因为地震祸害了，怀疑北韩的地震疫情已经失控。 북한은 발병 돼지 살처분, 돈육 유통 전면 금지, 발병 지역 인원 이동 차단, 해외에서 수의 약품 소독제 도입 등의 조치를 취하고 있지만 7월 이후 여러 지역에서 지속 발병하고 있다고 보고한 바 있습니다. 记者陈世栋报道。中国北京的大兴机场正式启用，这个机场是开800亿人民票起的，无4年就起好啊！而且内底的软硬体有真侪拢是世界第一。也毋过为着要起这个机场，嘛有2万个居民的厝互强制拆迁。 我宣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北京大兴机场是中国官方认定的新国门，嘛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身推动的工程，计划含首都国际机场变成上中心，分担运输的压力。自我启用迄天，官方嘛宣布有7间航空公司派出民生机型参与首航。机场内面配备超过400台自助报道机和自助托运设备，覆盖率80%。一旦民便是技术登记，无需要印登机证，各免排队的时间。 我们在倡导一种全新的无纸化出行模式。中国空中的运输量这几年来大量增加，2017年就成长13%。大兴机场按算2025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大兴机场的面积相当于100座脚球场。伫要起进前，伫咧预定地，也就是北京南平差不多46公里较散热的所在，有11个砖仔头互人迁走。另外有24个因为噪音的问题必须要搬走，其中有人不愿意，但是嘛了解反抗根本无效。 这2万多名居民，互人硬重新安搭的相关消息并无济。了后政府释出补贴的消息，每一个家庭会当得到15平的居住面积，以及逐个月差不多台票9300，也是差不多台票470万的终身补偿。当看到新的机场启用，就起伫咧家己过去大过的所在。有人更加重视的是辛苦起的厝，互人拆掉，不再有田通种。这一切并袂遐尔简单，因为必须要放弃旧的生活，搁再想办法找到新的生存方式。 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伫咧格陵兰的冬季、冬天，拢会当看到冰车狗伫咧冰的顶面拖车，也毋过地球暖化了后，即马寒天愈来愈短，冰愈来愈薄，无法度去拖，这狗仔有诶着互安乐死。细车狗一直肥，敢若是一个欢迎主人回来。伫咧北极圈内面的格陵兰岛是全世界上大的岛屿，境内有超过8成的土地拢互冰雪砍掉去，所以就发展出细车商业，用狗来诱细车载观光客，一天就当互业者赚150美金，相当是台币4500。
不过，伫咧全世界气候暖化和冰山遍布，也和赛车的行动范围受到限制。It's in my blood, and my son now, Kunuk, is in the blood. So if we had no more ice, what will we do? We had nothing to do. 另外，世地环境也发展出世地帕拉，这是当地原住民因纽特人的传统文化。因唔是用赛车奥多拜，是用赛车到牛赛车去帕拉。当温度降到零下35度时阵，因就会带狗去掠海霸、海翁，甚至是北极熊传嚟当天食。Almost anything with the motor, if you understand, it's noisy, right? But when I take the dogs and I can only hear the ice and the dogs breathe. Silence. That's why. 调查显示，北极地区暖化程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2倍。有79%格陵兰人认为冬天变短，海冰的无稳定性慢慢的增加。哥伦比亚大学加格陵兰大学的联合调查也显示，有67%格陵兰民众认为气候变迁对细只狗的存在造成伤害。格陵兰统计局在2006年就统计发现，原本2002年有25000只细只狗，即马只敢若剩15000只。所以，正关系伫咧恶劣环境利用大自然资源生存的因纽特人，就烦恼世地帕拉的传统会因为气候变迁消失。Climate change is definitely not a good thing for dog sledding. It's just downhill. But it gives us also other possibilities to fish mostly, to go hunting with the boat all year round. There are more people doing it. 赛车使用的时间若缩短，赛车狗的饲养费用就变做当地居民的正大负担。所以就人因为无法度负担饲狗的费用，就要把赛车狗安乐死。另外，气候变迁也对格陵兰社会生态产生改变。必须居民就要伫咧全球暖化加传统生活方式中来找一个平衡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过来关心政治的消息。蔡赖甲敢会成立？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已经主动向赖清德讲合作，也毋过蔡总统无愿意加讲啥。那行政六苏真枪，伊是讲伊尊重总统，伊是希望民进党爱团结。总统是不是跟赖院长通过电话了？总统蔡英文定2020连任，即马传出蔡总统再度主动甲真行政长赖清德表达合作的意愿，嘛互呼声真久的蔡赖配出现希望。副总统的人选要尊重总统，不过大家都很期待，支持者都希望能够好好团结合作。那要怎么样做？要看两个人的智慧。其实副总统的人选到11月都还来得及啊！民进党是执政党。我认为不必在这个时候就亮底牌。赖清德的主题兵林俊贤透露，目前也无收到来自蔡总统合作的消息，但是沟通的管道绝对是顺利。基层确实袂少人关心赖清德刷落来的动向。虽然赖清德表示初选了后就表达支持蔡总统，但是阵营不管进前初选民调，乃至台北市长郭文哲，即摆看起来民调确实无公平。主席窦英台嘛为这件代志倾心悔失的。本人身为党的负责人。我主持中执会，未能洞察未来的发展，也没有办法在当时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我必须深感遗憾。我也必须向双方当事人以及台湾社会表达我负责任的歉意。窦英台表示，已经和双方当事人亲自说明，这礼拜嘛已经和赖清德会面，但是内容无方便透露。刷到来，民进党9月28日会举行全大会，嘛是创党33年的党庆，会中会通过社会党行世代共赢决议文，代表民进党壮大台湾的核心精神。9月29日嘛响应替香港大游行活动，东港的由党主席率领党籍人员参加，做伙支持香港反对极权统治。记者综合报道。
那位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韩国瑜，伊是咧高雄有提出爱情摩天轮的政策。昨昏高雄市议员有去议定地做市政考察，市长韩国瑜冇到位亲身说明。严过民进党的议员骂讲，拢伊咧讲，根本是国民党团要互韩国瑜有表现的机会，安尼乃是监督市政。搁在北基里看爱情摩天轮的有定地，高雄市长韩国瑜顶一遍到这是为着对外招商，即便是被议员接受市政考察，强调八个招商说明会了，有更加侪国外厂商讲要投资。土开公司这边对于爱情摩天轮跟爱情产业已经转为积极合作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对高雄未来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我们期待跟各方方面面的住在高雄的各单位都能维持良好的互动。市府经发局讲，土开公司已经登记摩天轮案6日港股招商，并予期待2月16到18码头上侪厂商看介意。若是招商顺利，预计明年4月签约。除了互机会知影爱情摩天轮招商的成果，考察也看上古教育甲路边情形。不过每一个行程只敢停10到20分钟，而且拢是正面成绩。民进党议员认为国民党是做球予韩国瑜宣传。100%就是好像是议会做球给市府来秀他的这个所谓的亮点，所以这看起来就不是所谓的市政的考察的正规赛啦，就单纯就是秀场。最起码我碰到的都是我们议会考察，然后市政府的人陪同这样子。但是这次我们也很感谢市长，虽然这么忙，但是他还是亲自拨空来看看。国民党团强调，过去真少市长亲自来参加市政考察，应该加予伊鼓励。韩国瑜也坚持袂甲竞选的行程难做伙。媒体问了几多遍，竞选总部的国民团总调张宪进讲，若是让加分愿意做副手。韩国瑜讲，今仔日只敢谈市政。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做党了后，伊要拼明年的立委选举。即马有风声讲，这个党有2只家宝，就是郭文哲甲郭台铭，伊要做伙拼选举。郭台铭的办公室是因讲，一寡细节即马也在讨论。台北市长郭文哲筹备民众党要伫2020来拼国会席次，不过因为烦恼郭文哲无参选总统，无法度提关选情，即马传出民众党成立选举计策委员会，先规划上家宝，由郭文哲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伙专代辅选甲徛台。他们资助的或支持的这种候选人，我们还是会帮忙嘛。那倒过来，如果我们的候选人可以的话，郭董要来站台，我们当然是欢迎啊。感受进一步甲郭定亚的合作计划，郭文哲表示，有内部分随时拢伫改变，算是认定当时的管理。不过就看说报道，郭台铭退选了后，隔顿工就随找郭文哲幕僚撮票来讨论，表示愿意支援竞选费用，而且佫愿意出借因的团队。不过郭定亚3届拒绝郭台铭的赞助。说你要资助钱就照政治现金的规定哦，该可以捐多少就捐多少。我们还是不希望说拿着很多钱，然后开始打那个昂贵的竞选的这种方式，我们还是不赞成的。面对过关合作的代志，郭台铭办公室回应讲，详细合作的方式该继续讨论，不过合作是一定的。若是郭文哲因为表示甲宋楚瑜合作该看卖，叫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时文批评讲是无尊重。郭文哲敢若表示，无要紧的代志是一竿仔线咧，无佮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咱先来去台中。台中的回埔4月份的事都已经结束啊，也毋过即马伫咧台中的青泉公机场，竟然也可当看到回埔的宣传。华县台中花圃彩绘回灵机，对2015年启航了后，载客量已经达到32.3万人。2018年5月23开始的花圃基础，嘛提悬国际行销。不过花圃闭幕已经4个多月。台中市民进党团机关9月20日对日本考察登来时阵，所发现回灵机面顶佫咧替台中世界花圃拍广告。上了飞机的话，还在花博整个头巾都是我们的这个花博的这个意象的这个石虎的这个头巾，那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突兀。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了还在花博？备品的这一种东西把它放在这个已经过后的活动呢那么如果是要省，也不是这样子省法。议员这期花圃早就已经结束，回力机面顶煞搁咧拍广告，毋奈防误会嘛无够专业，若是讲合约还未到期，嘛应该改做宣传台中灯会。对这个代志，台中市管理局指出，花圃相关宣传的经费已经伫4月份结束了后，修连续来结案，绝对无滥用公费的问题。一些花博的行销宣传品
因为当时前市府做的蛮多的啦，那要撤下的话呢，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华信航空可能基于他们的这个把台中当成是他们一个飞航基地的缘故所以对台中特别的好，那愿意把这个彩绘机身多留几个月的时间。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花博彩绘飞轮机的机身花草，航空公司已经伫今年9月份甲伊换掉。毋过机舱内底即寡头巾、纸杯等等免洗的用品，因为环保甲爱惜物件的关系，并无特别要求活动结束了袂当阁使用。不过即马出现争议，会提醒航空公司避免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爸母若伫冤家，囡仔伫边仔一定皮喘。云林科技大学学生囡仔叶一真，就甲因兜爸母冤家的声录落来，做一支影片。这支影片也摕到今年克罗埃西亚1分钟国际底片的头奖。甲生活当中爸母冤家的声音录落来，佮配合查某囡仔伫生日即天，写讲家庭真和乐的日记影像。透过这款的影片创作，公开看起来真美满的家庭，却充满冲突的现实生活。互这支影片得到今年克罗埃西亚1分钟国际底片影展的第1奖。知道获奖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就是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自己可以就是在之中凸显出来成为第1名，我自己也蛮压抑的。对，然后也觉得很高兴，这部影片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这段影片是读分科大视觉传播系学生叶玉珍，甲其他另外3个同学共同创作的。伊讲读高中的时阵，因为爸母冤家，迄当阵敢若是想要甲声录落来，甲因朋友分享伊心内的感受，想要到即马煞意外变做影片的素材。所以刚好有这个比赛，那我也希望可以用家暴这个题材去做我的影片创作。不太能够冷静的去理解我的想法，所以我只能借由这样子的创作，间接让他们看到。叶日珍表示，这支影片是用手机摄影完成的，在世界各国600多支影片内底得奖，嘛，互更较侪人看到这个影片。落尾，伊妈妈知影了后，嘛有支持伊的影片创作。毋过，伊上望的是有经过家庭暴力的人，会当快快乐乐来过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改过自新，有做唔到代志，有改就好。屏东家乐这导游真出名。这受刑人知影社会有真侪人需要斗3工，因就会主动去共斗3工。因讲因捌造成社会困扰，所以因即马真欢喜会当共帮赞。人讲来啦，导游池2届到3届，只要来加配料炒，这一罐一罐的导游是由屏东港甲导游厂的受刑人所做。伊嘛希望会当回馈社会，日前透过报道知影，代替刺杀警察当中一名热心帮助警察的罗姓男子，厝内有困难，抢来10名受刑人来捐这31000块给伊。他说他想要捐，我说好啊，你打报告啊，没想到他打报告就准了，然后他就其实整个过程也是因为他这个抛砖引玉，才有其他的同学一起共享这个活动啊。屏东教育讲，受刑人过去常常捐邮票，不过后尾认为这现金是更较有帮助。通报上级核准了后，就写批寄予屏东村立乡的果松派出所，请因转交。嘛，伫个批当中是写出家己的心情，讲过去拜是社会的麻烦制作者，会当重新开始，就爱来感谢社会，给因机会。所以因家己嘛希望有能力会当来贡献。很谢谢他们这份诚意啊，这样已经帮助到很多不幸的人、家庭。摕着受刑人所寄的批，家属对因是真感谢。屏东港员嘛讲，这毋是受刑人第一个发挥爱心，只要是有人发起，这善心拢会持续落去。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2019年北港的马祖杯国际轮椅舞蹈比赛，今年有18个国家超过300个选手来参加比赛。咱台湾的选手嘛真高，有得奖。台湾的国旗全场四只噗噗，用普声欢迎选手入场。这是第3届马祖杯国际轮椅舞蹈比赛，包括尼泊尔、墨西哥、也有德国等等18个国家300多个牛人，拢伫咧云林北港相会。非常的开心，也真的非常的辛苦。这是我办马祖杯
第3次在北港的时候，最盛大的一次，真的也是最辛苦的一次，但是却是非常的开心。透过今天的参赛，连台湾总共是18个国家，而且各个是强国。好，没有一个是小国家，我觉得是我们利用其他的方式拼台湾的外交。今年马祖杯国际轮椅舞蹈赛，台湾的选手有影表现了真水，在咧真侪项目拢有得奖。其中郭文生也有吴义勇在咧标准舞蹈双轮椅组摕到第3名。积极在咧推动社会公益的北港朝天宫，就是连续3年到帮站举办比赛的幕后大神。就在昨天晚之中，也一样的把八十的精神，把我们宗教文化传到世界各地。感谢各位，谢谢。一年一摆北港的大代志，除了赢马祖，即阵也搁加一个国际轮椅舞蹈比赛，希望让北港的名声，也搁有马祖的声威通四海。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自由路的顶昌河里家是屏东万丹第1好行李仲基家族的厝，伊的建筑真有特色。今年有摕到文化部的补助，所以李家的逝世，即马成立文化协会，按算要来还旧厝，保存这个文化祖产。所以他用一个光滑面，用一个粗糙面，就把这个建筑的那个刚柔。就把它衬托出来。顶昌河里家是日本时代台湾南部的大好野人李仲基的厝体，伫1924年到1932年间起造，到今已经正100栋啊。李家旧厝主要是欧洲风格的3层楼，是李家的第3代李明德先生为着伊心爱的查某囝起的。按厝体的设计甲装塔，会当看到苏东时建筑技术的多元甲进步。日治时期的一些建筑就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可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它这个以这个日本的建筑为特色的一些空间，或者我们称为所谓的建筑的语汇，都相当的丰富。为了要让后辈更加了解顶昌河里家的历史文化，文化部需有旧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补助李家旧厝归还。李家第6代嘛成立顶昌河文化协会，望透过旧厝的再生，让更加侪人认捌屏东早期的文化历史甲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复原这个李家。伫屏东自由路的顶昌河里家，毋但见证一个家族的兴旺，嘛记录当时的屏东社会。旧厝按算年尾开始归还，明年年尾就通完工。未来伫遮嘛会规划开咖啡厅、办艺文展览，望顶昌河里家旧厝成做屏东艺文活动的新地点。记者综合报道。画家谢小龙今年有推出一新画的霸女图，伊用笑诼方式画出现代女性查某人的日常生活，咱做伙来看。一手抓囡仔，另外一手摕皮包啊，这是真侪做妈妈的人的日常生活。搁有爱囡仔拖行李，也是煮菜的画面。其实对真侪人来讲，一点仔拢无青分。图文画家谢小浪用笑诼的方式，甲趣味的图文解说，画出当代女子真侪无共款的形。女人都有各自的美，并不用特别的去在意别人的目光，就会觉得，我觉得是做自己是最好的。那其实你看她，整个穿着打扮是一个很符合社会的一个职业妇女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在外面要很在乎自己的外表外在，然后跟自己的专业感，但是回到家呢，我们又是马上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毋但是独生女子的自主独立，少年女子的美丽，搁有伫厝内底摕衬拖拍家纸，一点仔拢袂惊的画面。谢小浪画出真有生活性的图文创作，搁画出各种女性伫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甲应对。这些图文创作，如果有一点点能够对你自己产生共鸣，那我就觉得这些画作它其实有勾到你某一些部分的感觉跟回忆。就是把当代女子的100貌呈现出来，就是说让大家也可以去多关心一下妇女，也可以让妇女自己来关心一下自己。为着让更加侪人透过这图文创作熟悉女性，台中市社会局邀请谢小浪举办巡回个展，希望透过展览引发女性的认同，嘛会当让更加侪人对妇女有进一步的了解甲体谅。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报备来关心立法院的卫生环境委员会昨昏有讨论长照2.0的困境，调查一句来一句去，因为有立委是积极长照服务员人无够，而且久长来看钱应该嘛无够，所以建议改用保险制。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强调讲，即马已经针对着财务问题的规划甲检讨。卫福部伫咧到江内3度释出长照的力度，包括宣布哮喘服务的核定放令，评估外劳照顾重度适龄者，买当申请上济21天规工的哮喘服务，有179000人受惠。上紧这礼拜公告实施，按过煞互在野党立委质疑，其护员的人力恐惊无够，根本是为着选举政策买票。你一喊说你要增加17.9万，请问你现在照服人力，你要增加多少人来服务？你连估算都没有估算就可以喊出来？我们现在推了这么多的新的政策，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去提供服务。那我讲，我想这显然也是很大的矛盾嘛。另外，有立委也批评现主席的长照税收制有问题，长照基金包括遗产政务税、分税分管等等，但是超高龄社会就接下来，长照的财源一定会增加，建议改做保险制，才会当永续发展。而且财政部报告嘛指出，建请卫福部研议长照保险制的可行性。问起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愿意呀，因为这个东西才是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个机会税。根据现有的财源，我们当然做一个最适当的分配跟运用。那当然，财政部如果在法上面有需要相关检讨的，那我们会来检讨改进。但市长强调，现主席长照的财源拢经过适当的运用甲分配。今年到8月底为止，长照基金收入是253亿，搁再加上过去基金所存的部分，财源并无不足的情形。针对财政部的建议，会进行利弊分析。记者综合报道。用钱用手机就一定会用到充电线，也有耳机。嘛，因为这拢是塑胶做的，所以有民间团体即马讲，那用的时就去目着塑化剂，若无爱的时拼起焚化炉烧出来物质，可能会致癌。市面上卖充电线甲耳机品牌是真侪种，不过不管是大小牌，拢有可能使用 PVC 聚氯乙烯对环境无友善。看守台湾协会检测74个充电线品牌出现卤素反应，其中外层包的测到占85%，内部绝缘层有37%。另外42个耳机品牌当中，29%测到包括 Sony 甲 Panasonic 等大厂牌，显示是 PVC 材质的可能性加高。PVC 本身会添加塑化剂，也很容易溶出来，这样子，这是对我们的影响。那在废弃的时候，如果是当做一般垃圾，那在焚化厂燃烧会有带药性，那就是造成空气污染。看守台湾是以贝尔斯坦试验方式，用烧红的铜线接触塑胶材质，佮放火烧，若出现青色，就表示有卤素成分，九成几率是 PVC。款团呼吁 PVC 的管仔透过提悬回收程度处理费率成功减量，环保署应该针对 PVC 线材做小项的管理。环保署把这些漏列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充电线材还有耳机，纳入公告应回收，然后针对有使用 PVC 材质的这些电子产品呢，调高它的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看守台湾指出，一寡厂商表示摕到欧明或者是碰过 MFI 的认证，但虽然是安尼，嘛是验出线材有卤素反应。目前已经有更较环境友善的替代材质 TPE， 希望业者改用量早来汰换 PVC。记者林文曾志成台北报道。另外，市面上伫咧卖红叶面床敢有安全？即卖消保处甲票检局有抽查市面上12件商品，结果发现讲竟然有11件拢无合规定。孔洞太高的话，深度如果大于1公分的话，就有夹伤的疑虑。检测员摕检测的工具测红叶床的空棚，发现大部分市面上在卖红叶床品质检测无合规定，床帮的空棚门喙无合国家标准，幼婴恐惊有夹到伤，也是夹到头的风险真高。就小朋友手会不会伸进那个洞里面拔不出来？整只手伸进去的时候整只手拔不出来，整个手掌、脚掌摆进去拔不出来，变成捕婴床、那捕兽器一样。消保处和标准检验局合作，随机抽验市面上
兄弟卖红圆仔床，发现12件当中，有11件品质无合规定，无合纪律要挖到成字，其中幼婴有夹着伤也是夹着头的风险，有10件无合格上济。床珠啊大小5件无合格，较会变的有2件，另外会烧的速度无合格是有1件，而且价小阁无俗，超过4-5千块。标检局表示，已经规划明年开始，将幼婴的红圆仔床列做是强制检验项目，保障幼婴的安全。像这个中心部的话，它容易就是会倾倒翻覆，辅导它下架嘛。如果说它不回收下架改善的话，我们是依照消法法第58条，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商品标示的部分毛9件不合格，包括制作厂商资讯标示了无齐全，也是无依照规定标示经过标示等等。消保官表示，已经要求不合格业者落地回收改善，因为目前市面上咧卖红圆仔床并不是强制检验的项目，发现无合格率真悬。标检局表示，已经规划10月办理业者说明会，按算明年7-8月，就要求强制检验。到时阵只要认明商品检验标章，就会当判定是不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地在，要提醒乡亲，今仔日咱台湾东边海面上的水汽已经豆豆散入来啊，所以伫咧这方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台东，拢有地渐准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外岛是23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